大家好，歡迎嚟到玄學研究所，我係所長 Jackson。由今日開始會為大家帶嚟一個全新節目八字 BB 班。喺呢個節目我會分享一啲八字學上嘅基礎概念、術語，咁令大家可以對呢個學問有更深入嘅認識。呢一集係第一集，喺講術語同一啲基礎嘅概念之前呢，咁係想同大家探討一個話題，因為我哋研究八字其實係想研究咩啊？就係命運。咁何為命運呢？我打一個比喻啊，如果將命去比喻為一部車，一部車出廠嘅時候已經有晒成個質量啦，佢係點樣做出嚟啊？佢嘅功能去到邊啊？究竟一部咩車？佢一部巴士，佢一部私家車，定係甚至一部單車？咁佢成個功能啊，點樣用啊？其實已經寫晒出嚟嘅。咁如果講到運啦，打個比喻就係呢部車嚟緊要行嘅路啦，究竟行條咩路呢？係一條平坦嘅路啊，行山路啊，定係一條咩路呢？如果佢係一部私家車嚟嘅，佢係一部超級跑車林寶堅尼咁樣，你邊條大直路去高速公路去跑，佢完全發揮到自己最大嘅性能嘅。但係唔係喎，你俾條山路佢行，係咪先？佢要越野賽嘅，林寶堅尼都死啦。如果套翻落人嗰度啊，一般你去算命批八字，嗰個八字師傅一定問你攞你嘅出生年月日時辰4個要素。咁即係話呢，命呢就係講緊你出生嘅時候嗰個宇宙嘅狀態點樣，嗰個環境係點樣。運呢就係講緊個時間嘅變化，係嗰個後天嘅環境。所以命呢本身係不存在吉凶，必須要有運嘅存在，有時間嘅流動，先會出現咗吉同凶呢個情況。八字學就係類似呢個邏輯，咁啊去預測命運。咁今日同大家好簡單咁分享咗喺八字命理學入邊點樣睇命運啦。咁之後我會陸續介紹一啲唔同嘅術語啊，其他概念俾大家嘅。咁如果大家喜歡呢條片歡迎讚好、訂閱同埋分享啦。我哋下次再見，拜拜。